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9月7日公司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来看到日本三经新闻报道，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和日本媒体会面的时阵，对2020年的总统大选表达强烈的参选意愿。郭台铭在这场会面当中强调家己厉害的所在，亲像是买下日本社铺的经验，以及甲日本企业伫商业往来的管道。郭台铭讲，中国甲台湾是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中国方面相信伊袂惊台独路线会当互相信赖，表达出甲中国改善关系自信。郭台铭强调，参选已经进入最后评估阶段，将伫9月中会来做出决定。继续，咱来看到高雄市长韩国瑜9月7日和东京大学两岸关系研究小组的学者相电恐怖见面，结果接受媒体采访，韩国瑜讲家己无知道，说互对方声明，讲因临时换地点。总统撰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政治人物讲话做代志就要较谨慎的。并选举行程，总统蔡英文拜6的行程拢伫中台湾，下昼伫台中竞选青商会后援会成立大会致辞时，再度讲到经香港的方法，就是守护台湾的民主。台湾称香港最好的方法，就是守护好我们自己的民主自由。讲到高雄市长韩国瑜6号会见日本学者访问团，会后接受访问，强硬讲伊无知道，抓出的事件实力丰富。总统蔡英文接受访问讲到，对国际学者来台安排接待应该较谨慎。来到台湾能够多了解台湾一些事情嘛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对于他们的接待都能够特别的谨慎也符合国际的礼仪。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面对涉及国际事务的发言，由于参选总统的政治人物，行为举止应该更加爱惜义。要选总统的人，更该要求自己谨言慎行。相关作为如果有疏漏，也应该立刻道歉处理。希望都能够给国人做表率，也不要闹笑话到国际。离总统大选只有4个月回，两项的竞选后援会甲相关的造势活动也陆续展开。除了向人民展现积极成果，面对对手的一言一行，也是谨慎细致、小心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到国民党方面，除了大家关心郭台铭到底有要参选无，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是表示无要做郭台铭的副总统，不过甲郭台铭的合作是保留空间。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进前讲唔对话，表示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是较大颗的韩国瑜，昨嘛再度表示无要道歉，讲有返去厝的打造反省，唔是失言。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定定讲唔对话，讲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是肥的韩国瑜，引起国外批评。严过伊讲大可善是形容词，未道歉，等于受反省。先打坐反省了，其实那个你说是不是失言呢？其实更正确的讲法呢，应该是情绪盖过理智的。出现一个韩国瑜呢，段宜康你是始作俑者，你要负责任的人，你要在讲风凉话，所以听我就不高兴，就给他撇下去了。花卉也再度对准新潮流，讲对陈菊就是无介意，也未向伊回失礼。严格就是因为最近争议真多，以 FB 按赞的数目也破200万。郭董事长，请你当副手，你会答应吗？那不可能的事。王金平讲，伊未做副手，严过几工前才甲郭台铭见过面，保留合作的可能空间。郭台铭这边的定言是讲，若是要参选，一定会找副手，严过昨摆还阁伫咧评估。国民党讲，只要郭台铭脱党参选，党籍立委有公开支持的，拢会用党纪处分。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透早上新消息，民进党新北市连续当选6届议员高敏惠被检举利用亲友的人头报助理费，2天前被新北检调单位带回去讯问。讯问过后，认定高敏惠犯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新北地院昨暗开羁押庭了后，认为伊涉及贪污案重大，裁定伊甲助理羁押禁见。继续，咱来看到今日报纸有报道什么大代志。联合报第29届 U18 世界杯棒球赛台湾队打入去冠军赛，今日下晡5点将甲美国争冠军，上紧球速149公里的吴谦担任先发，这嘛是中华队伫2012年世青赛了后，搁再摕下冠军搁再打入去冠军赛。《苹果日报》金门县卫生局长王汉志昨暗在啉酒了后，不满金门病院急诊室医师，互伊甲离间的个等上久，毋但袂歹听话，甚至搁杀医师，甚至搁拍人。卫福部表示，局长拍医师，互人真相袂到。金门县府是紧急表示，明仔会尽速开会，做出停解。自由时报：美国医学院会期刊刊登一份上新研究，无卡路里的饮料，若是有加人工的甜味剂，较容易引发循环系统疾病，致使死亡。早死的风险无比啉无糖饮料悬26%，甲有掺糖的饮料造成消化系统疾病死亡比起来，使用代糖的健怡可乐甚至比一般的可乐搁较危险。继续来看到，以往流感若是到热人对豆豆较无，但是今年根据疾管署的统计显示，8月底有7万多人去看医生，比去年加要4成。前几天高雄市阁有国小因为群聚感染停班停课，医师提醒，厝内若是有幼囡仔家长爱特别注意。学童来到诊所看病，伊发烧3天，互家长烦恼得着流感。好佳在诊断了后，只是一般的感冒。不过，疾管署统计8月底一礼拜看病人次达到7万多人，比去年关至少4成，创下过去5年同期新高。门诊医师也发现，过去热天会当讲拢无流感的通报，不过最近平均一天一件。基本上今年的流感比例确实比去年高很多，我觉得增加个2-3成以上是一定是有的。然后有一部分的家长肯定是会被感染的。如果有一个流感的小朋友在家里，然后家里的人发烧了，基本上几乎100%都是被感染流感的。就怕那个有流感，因为现在还没有打那个流感疫苗，所以就蛮担心是流感。流感流行期长，较会团体感染，像这个月3号，高雄某一间国小就出现70几名师生流感团体感染，停班停课的状况。市府卫生局表示，为高雄甲全国统计数字来看，流感确实比往年来得悬，提醒家长若有中低年级学童，一定要做好卫生管理。不管是流感也好，肠病毒也好，在我们目前的一个防治策略上面，并没有所谓的特效药。那从低年级从小就养成这样子的一个勤洗手，那戴口罩，并且定期在这个疫情流行的一个期间进行必要的清消工作。除了流感，市府也发现登革病毒疫情也有相关的现象，正在继续监控，也提醒民众除了定洗手，大人在厝也建议将外出的衫换掉，避免mặc着病菌的衫裤传染给抵抗力较差的囡仔。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香港的相关报道。香港反送中抗争伫昨入夜了后，再度爆发警民冲突，不满警察执法过动的示威者，伫旺角警署也有一个地铁站抗议，冲突愈来愈大，甚至有人被拍甲头壳流血，倒伫涂骹。另外，伫今日下晡2点半发起的游行，已经得到警方发出无反对通知书。伫找这项伫咧旺角警署外口路边的路档，唔知什么原因突然间着火，消防人员赶来拍火，不过示威民众心内迄把火是也未熄。除了不满警方伫反送中期间对市民执法过当，有人质疑香港速龙小队伫咧831点地铁大主站的玻璃顶下有民众死亡，却无消无息，敢若是被失踪。
现场的情势变甲正严，警方除了加派警力支援，也加长枪压起来指向示威者。港府重申，太子站并无示威者被拍死，这是无影无证的指控。而管局的记录也讲，8月的迄天，港铁站并无死亡记录。严过除了往桥警署，真侪地铁站也真侪战场。港警伫咧地铁大埔站清场，示威者是头受伤流血，倒伫涂骹爬袂起来。监视画面看到有真侪警察甲一个示威的大埔人有嘢拍，现场的港警也来赶人。车站内差不多10位示威者被送避或者是逮捕了就无消息。港铁宣布，太子站、旺角站一个东铁线的刷电站会拢关闭。香港民众发起今仔日伫咧中环各大会馆的香港人权加民主祈祷会，警方已经发出无反对通知书，游行预计会到2点半出发，会去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送请愿会，希望美国赶紧订立香港人权加民主的法案。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并无因为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条例就结束，有网友伫昨发起第2波机场交通压力测试，呼吁民众入去机场甲东引遐观光找朋友。机场快线嘛对昨透早9点开始部分车头停驶，防暴警察嘛去香港机场甲港铁等所在戒备。香港赤鱲角机场旅客来来往往，也有真侪警力全副武装严阵以待。有香港网友发起第2波机场交通压力测试，呼吁民众到机场，都惊阁发生冲突，相关单位调整交通服务。早起10点就已经真侪防暴警察伫青马收费广场登上巴士，检查乘客身份证甲载物件，甚至有人被叫落车搜查。我可以掃個機票俾你睇噶嘛，係咪先？我都登預先辦咗登機證咯。咁點解無端端要我打開個篋咧？因為你可以查我背囊，我有個背囊俾你睇噶嘛。我篋我梗係有喺度啦。咁你可以態度好少少。警方那查機場巴士乘客當時部署瑞虎增駕車到場戒備，一個水炮車伫警車護送下，開到機場客運大樓附近待命。港鐵東涌站內底下晡人也愈來愈多，大部分嘅人掛起暗伫現場畫口號，也有穿守護囡仔家嘅老大人，也怪啊當地嘅群眾甲警察中遠。呢啲沙田站嘅連城廣場，也有九龍灣嘅德福廣場，有數十位民眾掛吹暗伫商場靜坐，也不時畫口號。暗過期間，一度有無共款意見民眾到場發生冤家。走啊！經過香港中文大廈8月份民調顯示，有將近5成民眾希望示威者甲政府應各退一步，有將近4成認為示威者愛堅持訴求不應該退讓。而示威抗議對日常生活造成嘅不方便，有4成表態應接受，3成無接受也無理解。7號進行機場交通壓力測試，伫下晡4點半時，港鐵太子站暫時關起來，東涌站部分防暴警察喺下晡5點，爬去天橋往富東商場方向，將圍觀嘅民眾趕走。反送中運動無因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撤回條例而停落來，問題如何化解，也可驗是政治智慧。記者綜合報道。中秋應景的文旦遊現在當大出，不過伫台南麻豆，所有民眾發現，伫麻豆水準內有大量爛去的文旦，區公所趕緊派人去護起來，總共是清買2棟的文旦。麻豆暗賣場內底囤了真濟歹去的文旦，這文旦進前被亂倒伫大圳內底，緊急清甲暗賣場。9月6號下晡，有民眾發現麻豆水圳內底位水頭流來不少爛去文旦，蹲佇水面甲水門。公所接到通報，趕緊去搞清理將近2棟。我看起來，因為都皮黃啊，又爛了啊。那個通常如果說這樣子1-2週的銷售下來，一定會有一些爛掉的果。那他們可能就是真的是一個要清掉的一些爛果，把它拿去亂丟的情形。清潔隊表示，每年文旦季嘅時陣，攏會為麻豆文旦產區宣傳清運爛果嘅服務。不過也是會發生將爛果摻入糞掃內底，造成清運困擾。真少發現被騙入水準，因為也可能是水頭烏白片順流落來。因為風雷性這樣子污染水源，然後也那個果實爛的也是不好處理啊，造成環境污染。無愛哦，未食一個，咱叫環保局出來甲你反映。啊，你來食一個是安那吼，送互去出產機構，哦，啊來吼做公益安尼，互伊
一寡较弱势的。清洁队阁通报，种油的农民应伫暗时将换果包几包，阁通知协助清分，沿家己清分到转运站，并且提醒，若是黑白片废弃物，应罚1000到6000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台北市自强磅空去年发生跑车超速，造成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的不幸事故。为着避免意外搁再发生，9月初1开始，自强磅空内实施上新的区间测速科技执法，才经过6天，就有929件违规。汽机车进入磅空慢慢加速，时速全部维持伫40左右，就惊超速违法。去年台北市自强磅空发生超级跑车、骗车造成2死3伤。为了阻止民众骗车，自强磅空为9月1号开始实施上新的区间测速科技执法。都会怪怪的，有时候偶尔会超高一点，还不一定。现在他会注意在50以内。经过台北市交通大队统计，为9月1号到6号科技执法短短6天，伫区间超速违规部分，北往南方向有468件，南往北方向461件，总共929件，平均一天就超过154件。违规下双白线、南北双向总共17件。交通大队表示，正式执法甲测试期间比，民众违规驾驶下降真济，显示进前宣导有效果。是在隧道的前后有2个摄影机，那在车辆通过的时间，我们会开始来算它的时间。南往北的时候是55秒，那北往南的部分是51秒。如果是在这个秒数以内通过的话，就是有这个超速的部分，我们就会来做开罚。那这个件数其实我们在这个期间跟这边比起来，下降的幅度都有高达近90%。警方表示，台北市伫6都来讲，是每10万人口事故甲死伤人数拢是上低。而科技执法的目的，就是希望营造一寡事故防治，透过安尼设备，互民众应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国际新闻，伫西班牙西部甲葡萄牙中北部发生火烧山，火势初时烧到近阿白花，佮造成葡萄牙2台消防直升机踏落来。另外，伫澳洲昆士兰的松拿火灾，虽然真紧地控制火势，毋过嘛造成真侪当地居民有路无厝。现此时损伤上严重的是美国加州的火烧山，烧掉面积已经有31个台北大安松拿公园遐尼大。画面远远所在山顶庆祝阵阵浓烟甲火，关满水箱的消防直升机无分日暝，伫能见度非常差的状况之下来来回回。这是加州南部位伫洛杉矶东边大约129公里的和平镇穆列塔市，因为火场真接近主题区，拢总有500户1200位居民被撤离到安全的所在。有关单位初步调查了后认为，一开始是降雷引导火星，随后伫强风甲高温的影响之下，真紧扩散。烧掉面积达到809公顷，相当31个台北大安松林公园，也是17个高雄维姆亚公园。类似场面也出现伫西班牙西部的加尔西亚，同款伫强风甲高温之下，地区火场面积真紧扩大。虽然无造成严重的伤亡，不过想起火场逃生，当地居民除了惊，也是惊。Una cosa espantosa, horrible, horrible. Ver un lume cerca de las casas que se parece. 西班牙南边的国家葡萄牙也无法度避免，当局除了动员几只飞行机为空中压水协助控制火势，也佮动员了2500名的消防员。 Toda a gente foi embora. Passado meia hora, estávamos a almoçar, já estávamos a cedo, sempre mesmo. Houve estouro ali atrás. Eu vim à porta, o fogo, ei, como o caneco estava aqui em cima de nós, isso foi instantinho. 至于澳洲昆士兰的火灾上严重出现伫6号暗时。 烧掉的松林火伫乌夜中看起来更较惊人。虽然到7号的日时，画面显示大部分的火场拢已经受到控制，不过有几栋厝遭到烧掉。澳洲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其中有厝主是上了年纪的老大人。虽然性命无碍，不过公园已经成了废墟，今后生活互因非常的烦恼。记者综合报道。
这几天，若是要去日本、韩国佚佗的民众，爱特别注意零零风台。风台现在已经行对朝鲜半岛、日本的西部甲韩国的西南部沿海河嘛未细，造成当地严重的灾损，而且造成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外一个发射风台，估计会扫对日本东边。 The central region will get downpours until Sunday early mornings as the typhoon continues its trajectory towards Russia. Now, as for the amount of precipitation, the southern coast and Jeju will mostly receive between 100 to 200 millimeters of rain until Sunday. 随着台湾失地人口快速增加，失地者财务剥削案件嘛跟咧增加。台湾失地症协会上新案例调查显示，74位失地者伫发生财务损失的时阵，有34个人还未被诊断出失地症，显示财务损失可能是失地症早期容易发生的症头之一，但是伫法律上定找无完数。 台湾失地人口每年增加上万人，失地者财务遭到剥削案件也愈来愈多。亲像这位老女士，10多年前身心开始出现奇怪行为，个生涯改变真多，甚至互拐骗离开厝的。结果失踪了半年，哄骗了上亿财产。尽管后来互病医确诊是肺滚型的额颞叶失地症，也提出相关证据拍官司。不过最后摕回来的钱却是无够哄骗去的1/10。失去金钱更要可怕的是。 被恐吓，在这10年的诉讼当中，我不停地接到他在半夜3更打无声电话。根据台湾失地症协会案例调查显示，74名失地者伫发生财务损失时，有34位还未被诊断为失地症，65位也无辅助，也是监护选举。财务损失常常发生在不知不觉中间。离怪人的人有8成是来自家属，佮再来是诈骗集团、朋友、同事、店头身份人等。主要管道是透过金融服务、买卖、借钱贷款这主要方式。调查中也发现，这其中的50人因此损失动产，也凸显出财务损失可能是失地症早期的症状之一。因为这案例绝大多数拢是还未被确诊之前所发生的。大部分都是因为失智者他的这个特性，也就是他诊断不易，但是诈骗很容易。加这个方面的训练，那当他发现可能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 那他可以去提醒他的家属。为了保密，咱也伫训练社区照护人员时，增加财务处理能力、防诈骗这方面的训练，来提醒病人甲家属爱多多注意。而今年立法院也对法律进行调整，未来当事人应伫失地前，应指定唔拿一名的疑点监护人，代为管理家己的资产，来避免相关案件一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同款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汽较侪，伫基隆、北海岸以及台北市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恒春半岛嘛有落大雨的几率，下晡同款爱预防午后雷阵雨。民众若是有出门，爱会记得插雨伞。咱做回来关心各地天气的预报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 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公视早起新闻，咱再会。